聖經士師記6章14節，耶和華觀看基甸說：你靠着你這能力去從米甸人手裏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嗎？呢個係神對基甸嘅嗰個嘅差遣，同埋對佢嘅提醒，係神差遣基甸去做士師，去做拯救以色列人嘅嗰個拯救者，要將佢哋從米甸人嘅手裏邊拯救出嚟。呢度俾我哋見到相當寶貴嘅應許。基甸亦都係士師記裏邊嘅另外神興起一個比較出名嘅一個嘅士師。神使用佢將以色列人從米甸人當中拯救出嚟。求主幫助我哋喺士師記裏邊俾我見到一個嘅循環。以色列人唔聽話，受欺壓，被神管教。佢哋呼求神，神為佢哋興起士師，士師拯救佢哋。求主幫助我哋，真係常常嘅紀念主、敬畏主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